各位網友，歡迎收睇借爸爸財智研究社啊！今集呢條片咧，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啲保險嘅玩法㗎吓。真係啦，同大家講一講我自己砍掉重練咗之前嘅保險組合啊，即係 A 加 B 加 C 啦吓。從而去打造一個更低成本同埋更高保障組合。希望通過呢條片啦，同大家分享下自己嘅保險類嘅玩法同埋組合嘅創建原因同埋佢背後嘅邏輯㗎吓。開始之前戴個頭盔啦，借爸爸並非保險中介持牌人㗎吓。同大家分享嘅保險玩法純粹個人嘅意見分享，唔會對你構成任何嘅邀約㗎吓。好，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要砍掉重練㗎吓？就要回溯翻之前借爸爸喺 YouTube 度分享過我自己用緊嘅原來嘅保險組合㗎。其實我係由 A、B、C 搞出嚟㗎吓。A 就係 AIA 嘅自願醫保啦，B 就係 Bupa Hero 啦，C Cigna 嘅升級醫保㗎吓，係升級醫保，唔係專上醫保吓。呢三個嘢加埋咧就構成咗我之前嘅保險組合㗎。呢個保險組合之中咧，其實都有少少問題嘅吓。第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其實就係 Bupa Hero 噶吓。Bupa Hero 咧，即係屬於高端醫療啦。佢最大嘅問題咧，並唔係佢個計劃保障，而係佢個保費加得太快啦。借爸爸買咗6、7年都有啦吓。佢嘅保費都加咗 double 都不特止噶啦吓，有多啦吓。喺可見嘅將來啦吓，醫療嘅開支都唔覺得佢會降落嚟啦，即係醫療通脹啊，佢會一直咁樣升噶啦。對我嚟講咧就冇計嘅吓。如果佢借爸爸60、70歐嘅時候咧，佢嘅保費應該都係10幾萬一年噶啦。換句簡單啲嘅說話嚟講咧，就唔係佢嘅問題啦，係我嘅問題啦吓。偏偏我呢個組合咧，最大成分咧都係靠佢頂住嘅咋吓。如果冇咗佢咧，咁到底會唔會崩咧？有見及此啦吓，我又要查咗呢個高端醫療，又要重新去強化，即係剩翻嘅 AIA 加信諾升級醫保嘅呢個組合。第一步就要思考下現有嘅策略啦，有咩致命嘅缺口㗎吓。其實就好簡單嘅啫。第一個問題都之前啲片啦，有唔少巴友都可以同我指出㗎啦，就係自願醫保咧，其實係唔係好夠賠㗎吓。呢個其實都係廢話嚟嘅啫，因為咧買得錢少啊嘛，唔夠賠咯，好簡單嘅啫。點解咧？因為咧政府就喺玩呢個自願醫保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就設咗分項上限㗎吓，即係每個 item 咧佢都係賠少少，變搞到乜都有得賠，但係樣樣都賠唔足。一般嚟講咧，一場手術咧彎都係賠咗43%嘅咋，或者多少少啦吓。我用咗15萬呢個均值去計算嘅。好，我都寫咗啦吓，我將呢個問題咧歸咎為問題一㗎吓，就係佢強設咗分項上限㗎。喺呢個分項上限嘅影響之下啦，佢鎖死咗呢個賠付能力㗎啦吓。大概可以賠到幾多咧？就係呢啲咁嘅值㗎。我呢度咧就用15萬去計算嘅，已經係比較保守啦。因為香港嘅醫療開支係非常之驚人㗎，用得醫生隻手去攞把刀嘅咧，點都係10萬至30萬之間㗎啦。因為前面都有好多嘢要棘手，要去 check 一 check 佢先幫你開刀㗎吓。雖然自願醫保佢寫到明有42萬嘅年度上限，保額睇起上嚟係夠賠呢10零萬嘅吓，但係咧因為佢設死咗呢個分項上限咧，變相咧即使你有42萬嘅保障額咧，都冇辦法可以賠到一個15萬嘅手術㗎吓。總括嚟講咧，喺自願醫保基礎嘅自願醫保嘅玩法之下咧，我哋同呢個保險公司咧大概都係一人一半咁樣賠法㗎吓。因為呢個問題一啦吓，即係佢設咗分項上限，搞到個賠唔足。就會衍生咗借爸爸去第二個玩法㗎吓，就係買咗呢個 Cigna 嘅升級醫保吓。佢嘅角色咧就係 top up 啦吓，保底嘅啫。佢月費就非常之平嘅吓。佢大概咧我自己就揀咗10萬蚊墊底費嘅吓。呢個咁嘅組合咧，之前嘅組合咧就會產生咗一個問題嘅，就係會產生咗呢個保障嘅真空帶吓。呢個完全係因為我自己揀咗Cigna個墊底費比較高。我自己揀咗10萬蚊㗎，當時會產生咗一啲真空帶喺度嘅，即係所謂嘅真空帶咧，即係嗰個 range 之內都要自己嘔錢出嚟㗎嚇。同一個例子啦嚇，15萬嘅話咧，我自己要俾41000蚊㗎。相對於之前嘅一人一半啦嚇，同保險公司一人一半即係75000啦嚇，我都係俾少咗4萬幾啫。我成本都係每個月俾都係一嚿水啦嚇。我覺得都係划算㗎。由於我依家要執一執個組合啦嚇，其實要解決問題一同問題二遺留嘅保費真空帶咧，其實只需要將個墊底費降低到5萬蚊就可以㗎啦。降低咗個
個墊底費去5萬蚊之後啦，咁當然啦個保費咧每個月啊Cigna升級醫療嘅保費咧就會提升多咗50蚊咁大把嘅啫吓。係啊，你冇聽錯，我都冇講錯啊，係多咗50蚊咁大把嘅啫。咁但係咧就俾多每個月俾多50蚊。咁如果遇到大型嘅手術嘅時候咧，咁啊自己揞少幾皮嘢啊咁樣。咁我計過㗎啦嚇，只要一世之中都入一次嘅話，又撞中一次大型手術咧，都係有着數㗎。所以我都係決定將呢個墊底費由10萬蚊降到5萬蚊嘅嚇。不過你唔好以為就咁降可以隨便降啊，要重新核保㗎嚇，要同Cigna搞一輪先可以得㗎。咁啊，正常身體狀況冇問題啊，冇任何嘅索償記錄，都係好容易通過嘅啫嚇。咁通過咗呢個10萬變到5萬有咩好處咧？咁樣咁啊，唔好處就好似頭先所講啦，每個月就俾多50蚊出去啦。個好處就顯然易見啦。咁啊，又用翻最棘手嘅15萬為例啦嚇。點解最棘手15萬？因為好多嘅醫療開支都 around 呢個 range 㗎嚇。咁呢度有3格嘅嚇。咁如果你齋係揀咗自願醫保咧，買咗自願醫保啦嚇，咁要自己要嘔64000嘅嚇。咁如果Cigna嘅升級醫保10皮嘢墊底費咧，就自己仲要嘔41000。咁啊，如果我降到5萬蚊墊底費咧，咁我自己只需要嘔8000幾嘅啫嚇。咁啊，俾多50蚊，咁嘔少幾皮嘢，咁啊 OK 噶嚇。咁啊，但係咧你話，咦唔係喎隻包，我見到35萬嗰度咧，大家嘔嘅錢都一樣嘅，咁啊冇錯嘅嚇。咁啊超過某一個閥值嘅時候啦，超過30萬咧。大部分時間咧，你揀10萬蚊墊底費同埋5萬蚊墊底費都係可以啊，都係差唔多嘅啫。咁至於呢啲咁嘅墊底費邊個俾啦嚇？咁借爸爸呢度就排除咗呢個公司醫療嘅影響嘅嚇，只係各作個人嘅選擇，都係自己嘔噶啦嚇。咁反過嚟只係印證咗我個俾多咗嘅墊底費啦，每個月俾多50蚊，只係解決咗15萬至到30萬呢個區間，唔使嘔多啲錢出嚟咁解嘅啫嚇。咁我計過啦，都係值得嘅嚇，成世撞到一個咁嘅 case 都係有賺。好，咁啊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大家聰明都知道點解借爸爸會留低咗 AIA 嘅自願醫保同埋Cigna嘅升級醫保啦嚇。咁啊最大嘅原因都係佢平嘅啫。咁因為佢要夠平，咁我先可以 confirm 到自己買到60-70歲啊嘛。咁你話唔係喎，借爸爸咁 AIA 自願醫保都係一個月200幾蚊啫，冇平過其他好多嘅啫咁樣，煲呔都同佢差唔多啊咁樣。咁呢度都得罪煲呔都講句啦，我都係建議大家買呢個 AIA 嘅自願醫保嘅，因為咧佢個 AIA 個 app 咧有 Vitality 嗰個程式咧，每個月咧你搞路咧行夠唔知1萬定7000步啦嚇，咁佢會送2張戲飛俾你㗎嚇。咁啊，剛剛好，借爸爸就好中意睇電影㗎嚇，咁我就覺得，咦，佢雖然冇辦法直接回翻2嚿水俾我，不過佢俾翻2張戲飛俾我，即係間接抵消咗我啲成本㗎嚇，所以我就比較推薦啲人買 AIA 自願醫保㗎。咁第二個Cigna嘅升級醫保啦，咁佢賠到去100萬，around 100萬左右㗎，減墊底費啊，咁佢每個月月費都100蚊至150蚊嘅啫，咁啊好鬼抵嘅，兩個加埋都係每個月都係嘔百零蚊就解決㗎啦。咁你唔好睇少呢兩壇嘢，加埋嗰個保障力得夠唔夠啊？咁啊，借爸爸都頭先就計過啦嚇，一啲中小型嘅手術啦，呢啲咁嘅中小型、大型複雜嘅手術咧，係排除咗cancer 即係重症、危疾啊或者癌症嘅醫療開支啊。咁啊，呢啲無論幾大型幾複雜都好啦，多數都一劑過嘅啫嚇。只有危疾或者 cancer 咧係比較複雜嘅，因為手尾比較長啲嚇。咁呢個咁嘅組合 AIA 嘅自願醫保啦嚇，加呢個Cigna升級醫保到底頂唔頂得鋪嘅咧咁樣？咁我都為大家啦列咗一個常見10大常見嘅治療費用疾病同治療費用，咁睇下頂唔頂得住嘅嚇。咁大部分啦手術部分咧都係頂得住嘅嚇。咁呢啲我叫重疾啦嚇，同呢個乜乜大型複雜中型手術有咩最大唔同咧？就係佢有持續嘅治療部分嘅，即係你需要出咗院之後仲要食啲藥㗎先搞得掂㗎。咁一般藥食就食標靶藥啦，視乎治療嘅等級啦，但係貴到嘔㗎嚇，每個月都幾皮嘢㗎，咁頂唔頂得住咧咁樣？咁就算睇呢借爸爸呢個A+C 嘅組合啦，都大部分啦手術費嘅部分都頂得住㗎嚇。咁當然啦，咁呢個持續治療部分咧因人而異啊，亦都冇乜標準嘅。咁大部分情況之下咧都頂得6-7成都冇問題啊。咁由於呢個持續治療部分咧方法就非常之多嘅，咁保險公司咧就冇寫到實質話邊啲賠邊啲唔賠㗎嚇。咁有啲俗稱嘅有啲灰色地帶，咩化療放射療法免疫治療荷爾蒙治療咁樣，咁好多搞作㗎嚇。咁但係咧 AIA 嘅自願醫保啦，同埋Cigna嘅升級醫保啦都冇好具體咁樣講指明邊啲係可以保到，邊啲係唔可以保到啊。應該咁講大部分嘅醫療保險都係咁講㗎啦。
咁佢淨係拋出呢個字啫嚇，要合理嘅醫療所需啊，咁呢個亦都構成咗一個致命嘅 bug 嘅，即係致命嘅漏洞嘅喺呢個醫療索償之中。咁我後邊會同大家講下點樣解決呢個致命嘅漏洞。咁通常嚟講啦嚇，門診 cancer 治療咧就會落入咗住院嘅灰色地帶啦，因為明顯你唔係喺醫院去食藥噶嘛，你翻屋企食㗎嚇，咁啊唔屬於住院期間㗎。有啲免疫治療咧都就唔需要喺醫院入邊就可以解決㗎啦嚇，咁啊呢啲就搞到啲比較灰色地帶，都唔知保定唔保啊嚇，咁啊有見及此啊，咁啊借爸爸用咩方法解決咧咁樣？其實我就依家用緊㗎啦，就直接真係向保險公司咧就發出書面啦查詢㗎嚇，咁啊要求對方係書面回覆㗎嚇，咁啊我呢度以信諾啦為例啦嚇，咁我其實咧就真係出咗啲信俾佢啦。叫佢定明咧一啲灰色嘅地帶㗎，譬如係接唔接受標靶治療啊咁樣等等嘅一啲方法㗎嚇。咁啊實測啦嚇，Cigna咧就真係回覆翻借爸爸嘅書面回覆，講到明邊啲係保，邊啲係唔保啦嚇。咁亦都吸咗個印嘅嚇，咁啊睇嚟就比較放心啲嘅嚇。咁總括嚟講啦嚇，咁啊釐清咗一啲灰色地帶都好過到時連灰色地帶都要拗一輪㗎嘛嚇，咁啊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哇喺借爸爸你講到呢個買保險好似好黑暗咁樣，咁點搞啊咁樣？其實就真係咁黑暗㗎嚇，咁呢個社會現實係咁啊，冇辦法啦。咁我哋玩呢個遊戲就接受佢個規則咁解。咁點樣可以解決呢個黑暗中搞到冇咁黑暗咧？咁借爸爸都有辦法㗎嚇，後邊會同大家解釋一下點樣利用翻呢個規則打敗規則嘅啫。好，咁我嚟緊就會逐一擊破個難題啦嚇。咁第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咗啦嚇，最大問題1+2嘅解法啦嚇，即係只不過係將個Cigna嘅墊底費由10萬蚊轉成5萬蚊，咁啊大部分都可以解決㗎啦。咁啊大部分嗰個賠償嘅真空帶都可以解決㗎啦，最多都係自己俾1-2皮嘢嘅啫。咁啊仲有一個方法可以考慮嘅，就可以買多份自願醫保嘅嚇。咁啊呢個方法借爸爸就刪除咗嘅，就冇再向自願醫保呢個方向去落手嘅。原因就係有一啲賠償嘅原則啦嚇。就係始終佢都係屬於實報實銷嘅，你最多都係賠100%嘅啫，係賺係冇辦法賠更多嘅錢出嚟嘅嚇，所以我最後都係冇採取呢個方法，我要換一種方法咧，可以同時可以賠到醫療費或者係一啲索償費嘅嚇。咁到底係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咧？好，咁呢度就要同大家引申另一個觀念出嚟啦，因為如果搞唔清呢咁嘅賠償嘅底層邏輯咧，就比較棘手嘅，對於打造個人嘅保險組合啊。咁其實保險嘅賠償咧分成兩種邏輯嘅嚇，一種係判斷型啊，一種係狀態型啊。咁你唔好問你嘅保險 agent 係咪有呢兩種狀態啊？都係借爸爸自己作落去嘅啫嚇。其實借爸爸好多嘢都係自己根據自己嘅玩法啦嚇，從而去產生一個觀念。咁只不過想同俾大家容易啲明白我搞緊啲乜咁解啫嚇。正正係因為有呢兩種唔同嘅賠償形態啦嚇，咁啊搞到係同樣都係保險啦，有啲咧就需要查餐死嘅，有啲咧就可以即刻賠嘅嚇，都係呢個咁嘅賠償狀態啦，搞到越嚟越多人都唔信保險就咁解噶啦。因為其實呢兩種狀態嘅觸發機制係唔一樣嘅嚇，好多人都反對話或者保險冇得賠咧，其實係佢哋係處於一種實報實銷型嘅一種狀態嘅嚇，即係需要人去判斷賠唔賠啊，即係需要理賠部嗰班 boss 啦嚇，去判斷是否醫療所需啊，係啊，由理賠部去判斷㗎，就唔係由醫生去判斷是否醫療所需㗎。咁呢個遊戲係咁玩嘅，冇辦法㗎嚇，你唔好話公唔公平㗎嚇。咁但係我哋可以用規則去打敗規則㗎。咁第二種咧就係定額給付型啦，或者叫現金型啦嚇。咁現金型咧就係根據狀態去成唔成立㗎嚇。咁好多人咧又相信保險咧係因為佢買緊嘅係狀態型嚇。有咩係狀態型咧？譬如係人壽咁就係狀態型啦嚇。你買嘅時候係生勾勾㗎嘛，係咪先？如果瓜老襯嘅話，咁個狀態就係死亡。咁即係話呢個咁嘅合約機制，如果產生合法嘅死亡啦嚇，咁就係賠償就成立啦嚇。咁排除一啲刑事他殺甚至係某啲保險公司排除自殺嘅行為嘅嚇。咁佢係根據定義去賠償，去作出固定嘅賠償嘅嚇。咁唔同人嘅判斷冇乜關係嘅嚇，因為理賠部咧就唔會唔同嘅人去對同一張死亡證有唔同嘅解讀嘅嚇。咁除咗人壽之外啦，例如係癌症型嘅一啲
事件定義咧，咁就好容易去判斷嘅吓。咁只要醫生嘅判斷係作為一個癌症嘅幾多期啊吓，一期、2期、3期，你嘅事件狀態就成立噶啦吓。咁佢就會賠付一筆現金俾你啊。咁亦都唔會再進入呢個理賠部班 boss 去判斷是否醫療所需嘅吓，佢直接就俾錢俾你噶啦。咁你攞咗啲錢之後攞去消費又得啊，攞嚟睇醫生都冇問題嘅吓。好啦，所以最重要嘅核心分別啦吓，我都係整咗個 form 去對比下噶啦吓。實報實銷型啦吓，係要根據理賠部嘅 班 boss 吓，主觀人為判斷吓，唔係根據醫生噶。佢咧係觸發咧就係你到底是否符合呢個醫療所需啦吓，等等啊。咁咧佢係有審查嘅吓。咁好多人咧係拗嚟拗去咧，其實就係呢一 part 度噶吓。咁仲有一樣好重點嘅就可唔可以重複搭賠咧？係唔得噶吓。佢有呢個賠償限制嘅計算噶，你最多得100% 嘅醫療費開支嘅咋吓。但係咧定額給付型啦，或者叫現金型啦，你係可以賠多過一份嘅吓。各有各賠嘅啫吓，即係話瓜咗一次嘅咋吓。咁你好似謝爸爸咁樣買咗13份人壽保險咧，咁技術上你可以 claim 13份吓，最緊要你嘅受益人識得去 claim 就可以噶啦。咁如果佢唔識得去 claim 嘅話咧，又涉及到要去委託一啲人去做嘢噶吓。咁佢有冇審查咧？理論上又唔係冇嘅，係有嘅吓。咁都要睇下將死亡證啊，或者將癌症確診咧是否成立或者合法嘅，咁都可以嘅吓。咁佢係根據個狀態成立就可以噶啦。咁講咁大輪呢啲咁嘅保險嘅底層賠償邏輯有乜用咧？咁樣咁當然啦，個作用就係要用呢個規則打敗規則噶嘛。我哋要用狀態型嘅賠償機制啦，去彌補判斷型賠償機制嘅問題吓。好啦，咁由呢度開始啦吓。咁謝爸爸解釋咗點解保留翻呢個 AIA 嘅自願醫保啦，同埋 Cigna 嘅升級醫保吓。咁刪除咗 Bupa 嘅 Hero 之後啦，咁謝爸爸最後咧就選擇加入咗煲呔嘅戰癌保嘅吓。咁呢個係一個一石三鳥嘅方法。咁點解會加入佢咧？咁樣咁呢份咁嘅保險咧，其實佢係一個癌症嘅醫療保險嚟嘅吓，咁實報實銷啦。咁點解仲要加入佢咧？咁樣咁實際上咧，佢只係代替咗 Bupa Hero 嘅一啲角色噶。由於佢係全職啦吓，專門針對呢個 cancer 嘅全程治療噶。咁呢度大家都睇清楚啦吓，係針對 cancer 噶咋。咁cancer 同危疾係唔一樣噶吓。咁大家可以睇翻謝爸爸嘅網啦吓，都有講詳細嘅分別嘅。咁呢個咁嘅計劃咧，佢個特點啦吓，個保費都係平噶吓。咁呢度解釋下點解謝爸爸成日都買埋晒啲咁平嘅保險啦。因為第一啦就係未必用到啦，係嘛。第二就係當我用到嘅時候都未必賠到俾我啊嘛，係咪？咁所以謝爸爸就真係好客觀咁樣講，我要買好多份咯吓，因為我都覺得全部天下烏鴉一樣黑嘅啫吓。咁我買多幾份，份都唔賠嘅，咁唯有揾政府去理論一下啦。咁第二個好處啦吓，佢就係彌補咗自願醫保同埋信諾嘅不足噶。因為明顯地啦 ，AIA 嘅自願醫保啦，加 Cigna 嘅升級醫保咧，都係對於非手術嘅癌症治療咧係有啲弱噶吓。即係睇翻上面個表啦吓，即係後續嘅治療部分咧，好多時都係唔太有少少偏弱噶吓。咁需要靠呢個咁嘅煲呔嘅戰癌保啦，去補上嘅吓。咁佢個保費係好平嘅啫，但係佢個保額唔低吓，都係有100萬至300萬呢個級別噶。詳細嚟講，梗係要視乎你買幾大啦吓。咁都係嗰句啦，由於付出嘅成本係比較低，咁所謂都係去搏一搏嘅啫，都係最重要啦吓。一旦患上呢啲咁麻煩嘅疾病咧，而保險公司拒賠咧，咁真係好棘手噶。咁所以咧，多一間保險公司去承保癌症嘅話咧，重疾嘅話咧，咁對自己嚟講都多一個保障㗎吓。咁呢度同大家解釋一下，有啲班友問我，哇我已經係有呢個心臟病咁樣，仲可唔可以買癌症保障咧？咁樣技術上係可以嘅吓，因為心臟病同中風咧係屬於危疾，就唔屬於癌症㗎吓。咁你可以試下投保㗎吓，理論上佢都會接受嘅，因為反過嚟講啦，心臟病同埋中風咧，佢就列為不保賠償啊嘛。咁只要冇 cancer， 即係冇 cancer 呢個狀態就可以啦吓。咁當然啦，一定要誠實申報，最高原則玩呢個保險遊戲就梗噶啦。因為我哋嘅 boss 嚟佢賠報嘅精英係非常之努力工作噶，佢一定會查得出嚟噶吓，所以一定要最高誠信去玩噶。咁第三個好處啦，就消除晒上面啦
AIA 加呢個 Signa 上面嘅一啲單點依賴嘅嚇。所謂點樣消除佢嘅單點依賴咧，就係如果判斷為並非醫療所需啦嚇，咁你可以獨立咁樣 claim 呢份咁嘅煲呔戰癌寶嘅嚇。咁佢其實係一種狀態型依賴嘅嚇，只要係判斷為 cancer， 咁醫生開出嚟嘅證明到呢個狀態為真，即係好似你寫程式咁啫嘛嚇。如果個狀態係 true 嘅話咧，咁就成立㗎啦嚇。咁佢會額外係賠一筆醫療開支俾你嚇，醫療就係記住啊，呢個係點都係賠醫療開支嘅嚇。咁佢就好處就唔再需要判斷是否醫療所需啦。咁當然啦，佢亦都有佢嘅保單條款嘅嚇，啲太新穎啊、太創意嘅賠償咧，或者個治療療法咧，佢未必包㗎嚇。咁有見及此啦，如果你諗得出有邊啲係有 concern 包唔包嘅話咧，都係好似借爸爸咁寫封信去問下佢，叫佢書面回覆就可以噶啦嚇。咁啊，由於呢個戰癌寶咧，又實際上係幾重要嘅嚇。咁市面上除咗煲呔，仲有啲類似嘅玩法咧嚇。咁其實借爸爸都研究過啦，無論 AIA 或者 AXA 都有嘅嚇。只不過佢比煲呔咧就貴好多，因為嗰啲咧就冇辦法係可以網上面買嘅，通常都要真人幫你去處理㗎嚇。咁啊有真人跟，咁啊有好處啦，好似係有啲服務咁啊嚇。咁啊唔好處就當然就係你要俾錢買服務啦，咁啊會貴啲咁解嘅啫。咁你睇到呢度嚟講咧，你可能會心裏面產生個疑問喎，喂，借爸爸做乜買咁多份保險嘅？你唔覺得煩嘅咩咁樣？如果喺成本上嚟講咧，你計翻借爸爸買嘅呢3份嘢咧，係平過你就咁買一份㗎嚇。更重要嘅咧就係如果你買一份嘅時候，佢唔賠俾你，就真係等跳樓啦。咁如果買3份嘅話，都起碼有3個機會。咁如果你唔信嘅話，你可以篤計數機啦，去計一計咧，係買3份，實際上係平過買一份嘅。當中涉及呢個保險規則嘅問題啦，就係墊底費嘅問題。好，咁我買齊咗上面3份啦，我真係買齊咗上面3份㗎啦。最後我要思考嘅就係挑戰呢個專業嘅拒賠部啦嚇。有最後個 boss 嘅喎，咁呢個 boss 咧最終嘅必殺技咧都係非醫療所需嘅啫嚇。咁啊，只要有呢幾個字嘅話咧，佢基本上咧佢都係有權決定賠唔賠俾你㗎。咁所謂嘅醫療所需咧嘅定義係由佢定嘅啫。咁啊唔係由你定嘅，亦都唔係由醫生定㗎，所以咧都幾棘手㗎。咁借爸爸都思考咗好耐啊嚇，點樣可以解決呢個拒賠部呢個必殺技㗎嚇？咁由於我呢3份咁嘅保險啦嚇，都係呢個醫療開支嘅實報實銷㗎，咁佢都係會中咗佢嘅常見嘅拒賠理由啊。即係簡單啲嚟講，都要睇下呢個大哥批唔批嘅咋。佢如果佢唔批，3個人都唔批嘅，都係好棘手㗎。咁啊雖然我都好最高誠信申報㗎啦嚇，咁啊但係有時真係申報漏咗，佢真係會唔賠㗎，因為涉及到過百萬嘅賠償咧，老虎蟹佢都好盡職咁樣去唔賠俾你㗎啦嚇。可以唔賠嘅話就唔賠啦。呢個我唔係黑保險公司啊，呢個係現實嘅規則係咁嘅。咁啊為咗避免呢個非醫療所需呢張黃牌造成我必敗嘅後果啦，我要有一套繞過呢個審查治療嘅方案啦去解決咗呢個一定賠俾我㗎嚇。咁點樣可以做到咧？咁就要返回翻我頭先所講嘅前面所講嘅呢兩種邏輯啦嚇。我要去再搞一份定額給付型嘅嚇，即係唔再係根據人為判斷有冇得賠嘅，唔使佢審查，只需要狀態成立就要賠嘅嚇。咁而且呢樣嘢係要針對呢個重疾嘅。咁到底係咩咧？咁樣咁只有必殺先可以對抗必殺嘅咋嚇。咁我最後揀咗係恒生嘅易安康嘅呢份咁嘅保險嘅嚇。咁係咩嚟嘅咧？呢份咁樣咁去。借爸爸帶大家去佢個網去睇一睇啦嚇，咁其實佢係一個專門針對癌症作出嘅現金型嘅醫療賠償。咁你可以去佢個網度望一望啦嚇，佢寫到明㗎啦嚇。咁咧佢受保人一旦被確診患上癌症啊，即係呢個狀態啦嚇，就可以獲得一筆過不限用途嘅現金賠償啊。咁你可以用於治療啦，或者生活開支都冇問題嘅嚇。咁正呢個咁嘅計劃啦，或者呢種形態嘅保險啦，就好適合去彌補借爸爸嘅保險組合從而去對抗呢個最後 boss 嘅非醫療所需呢張黃牌造成嘅必敗效果㗎嚇。咁我就要去投保呢個恒生嘅易安康㗎嚇。咁呢個計劃嘅好處就唔係借爸爸所關心嘅重點啊，因為佢嘅形態一筆過賠償，正係借爸爸所需嘅一個險種嚟㗎嚇。咁點解會優先選擇恒生啦嚇？咁你選擇中銀得唔得咧？咁都係得㗎嚇。
咁點解揀佢咧？因為佢嘅保費咧就第一就係10年都係唔變嘅嚇。咁啊，煲呔嘅戰癌寶咧有個唔好處嘅，就係佢個保費年年都會加㗎，慢慢咁加啦。咁我唔知佢10年後加幾多倍啦。反正佢個開始都係幾十蚊，咁我俾佢加夠10倍都係幾百蚊啫嚇。咁都尚可以接受嘅嚇。但係呢個恒生嘅易安康咧，一開波就已經係鎖定咗10年㗎啦。咁第二樣咧就係佢個保費咧，亞灣都係350蚊一個月嘅咋嚇。咁啊實際上咧，隻爸爸就做到零成本㗎嚇。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用恒生嘅 MM Power 啦嚇，滿足咗指定嘅簽帳額之後咧，咁佢會有每個月咧有幾嚿水啦，有5嚿水嘅現金回贈㗎嚇。咁我都係取諸呢張卡啦嚇，咁啊買翻佢張保險。咁啊，即係取資銀行用翻俾銀行度嘅啫，咁啊 OK 啦，咁啊合作共贏。咁啊呢一種咁嘅險種咧，佢嘅作用咧，其實唔係攞嚟代替醫療保險噶，你千祈唔好以為啊，我有咗呢個就唔需要前面嗰啲啊，唔係噶，佢正係反過嚟攞嚟彌補或者係抵抗呢個拒賠嘅風險噶吓。好，咁啊除咗呢4層之外啦吓，4層嘅防禦之外，其實仲有第5層嘅最後防禦嘅吓。當4層防禦都完全失效嘅時候咧，其實借爸爸仲有第5層防禦嘅，就係買咗定期人壽嘅預支型嘅保額㗎吓。咁即係話有啲定期人壽啦吓，就唔一定係要瓜柴先可以賠償到㗎吓。咁啊可以根據醫生嘅專業判斷咧，其實喺到咗某個病狀嘅時候咧，就可以作為呢個醫療嘅預支保額嘅一啲索償㗎吓。咁你呢個情況都逼不得已、萬不得已㗎啦，但係都有個選擇啦嚇，你都係可以喺生勾勾嘅時候咧，就會將所有嘅賠償啦嚇攞咗翻嚟先啦嚇，咁啊去搏一搏有冇啲更先進嘅療法啦，或者開開心心咁樣用埋佢都冇問題嘅嚇。咁但係咧呢個第5層防禦咧，亦都係借爸爸成日玩嘅嚇。我係買咗好多份咁嘅定期人壽保單㗎嚇。咁啊，分散喺唔同嘅大銀行啊，或者大保險公司去合作㗎。原因佢嘅保額都係偏平嘅，都係百零蚊一個月嘅啫嚇。咁同埋咧，佢可以同唔同嘅銀行去進行合作啦嚇。咁啲班友都問我點可以同銀行加強合作啊？其實好老實講，呢個係一個商業嘅社會啦嚇。咁啊，互相幫襯下大家就最好啦嚇。好，咁啊，睇完呢5層嘅防禦系統之外啦嚇，咁如果你覺得都仲有問題喎，咁啊證明你非常之專精呢個保險行業㗎啦嚇。冇錯，呢就算5層保障咧，都仲有一個剩餘嘅風險嘅嚇，就係佢其實係並冇解決危疾嘅剩餘風險㗎嚇，譬如係中風啦、心臟病啦、傷殘啦嚇，咁即係斷手斷，同埋已存在疾病呢啲咁嘅問題嘅嚇，咁啊唔緊要㗎嚇，冇一個組合係完美嘅嚇，咁啊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你有咩更低成本嘅方法去解決借爸爸剩餘嘅風險啦嚇。好，咁啊最後同大家總結下借爸爸呢個全新嘅組合啦，5層防禦架構嘅嚇，咁啊第一層仍然係保留咗 AIA 嘅自願醫保啦嚇。咁啊，一般嘅手術啊，第一道防線啦，咁啊50% 嘅索償機制啦嚇，即係15萬，我自己都出7萬5㗎啦。咁啊，第2層咧就係信諾嘅升級醫保啊，係升級醫保啊，佢個作用只係補強第1層嘅啫嚇，咁啊唔使自己嘔咁多錢嘅。咁佢有個唔好處嘅，就係佢對於呢啲持續治療嘅癌症係有啲弱㗎，偏弱㗎，1+2，咁從而衍生出第3層㗎嚇，就係煲呔嘅戰癌保。咁佢嘅作用咧就係一樣啦，修補第1層同第2層嘅持續癌症治療嘅一啲費用，同埋去解決呢個醫療所需嘅一啲拒賠風險嘅嚇，因為佢完全係憑狀態啫，是否判斷患有呢個疾病，從而決定理賠是否成立㗎。咁第4層咧就出現咗首次同大家分享啦，類似恒生易安康嘅呢啲咁嘅賠償險種啊，一筆過嘅現金賠償㗎。佢主要嘅作用咧就係繞過拒賠啦嚇，即係唔使用人為去太過人性去衡量是否醫療所需。咁佢就都係用狀態，咁就你可以有一筆個現金到手㗎嚇。咁呢個組合嘅聰明之處咧，就係咁加入咗第4層之後咧，就會令到個組合咧係非常之變得更加強嘅嚇。如果係不幸確診咗癌症嘅話啦，咁理論上你係可以去進行呢個1、2、3層嘅索償，然之後第4層嘅現金亦都會到手嘅嚇。咁會形成咗一種疾病啦嚇，同時擁有醫療性嘅賠償同埋一筆過嘅現金賠償嘅嚇。咁呢種咁嘅組合就會強過我之前嘅 ABC 嘅一個保險組合嘅存在㗎啦嚇。
咁啊，第五層亦都係最後個防線啦，就係定期人壽。咁啊，會去買一啲可以預支賠償嘅定期人壽啊。咁呢個係我嚟做最後個防線，就係 in case 1、2、3、4都失敗，就係呢個世界真係比借爸爸想象中仲黑暗。無論你做齊任何嘢都係冇用嘅，對方都冇諗住賠嘅，咁啊冇計噶啦嚇。咁啊用第五層噶啦嚇。咁由於節省咗醫療開支啊，或者係危疾啊 cancer 嘅風險嘅成本啦嚇，咁所以借爸爸就會可以俾更多嘅資源啦，放喺第五層度嘅嚇。點解我會投放更多嘅資源喺第五層咧？就係因為可以一次過同好多銀行去進行合作啦嚇。咁啊真係用性命啊去做一啲信貸嘅槓桿，去同唔同嘅銀行去進入呢個深層嘅合作關係㗎。好，咁啊最後就同大家分享咗借爸爸砍掉咗重練之前 ABC 嘅組合啦，改成呢個5層防禦嘅組合㗎。咁啊用咗更低嘅成本嚇，近乎零㗎啦嚇。如果你肯碌下個 MM-Power 嘅信用卡，咁啊從而達到全方位或者好高嘅保障組合啦。只係針對借爸爸個人嘅啫嚇，每個人都唔一樣㗎。咁如果不幸啦，有屋企啦有呢個危疾嘅歷史啦，譬如係中風啊或者係心臟病嘅歷史啦，咁你嘅玩法係唔一樣嘅嚇。不過佢嘅理論啦個邏輯都係一樣嘅啫。咁你都可以參考下借爸爸嘅玩法，從而去打造你自己嘅保險組合㗎。咁最後啦，借爸爸都寫咗篇 post 係關於砍掉重練嘅一啲玩法㗎，入邊都會有啲數學或者有啲表格啦嚇，去同大家證實一下實際上佢呢啲死穴係點樣搞出嚟嘅。咁最後都當然唔少得啦。借爸爸其實就非常之推薦呢個煲呔嘅戰癌寶嘅嚇，咁我就同佢係有合作關係嘅嚇，咁你可以睇一睇呢個 post，咁我都詳細分析咗呢個戰癌寶嘅優勝劣敗㗎啦嚇，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撳下呢個報價嘅，咁做到6月30號啊，咁保費3折啊嚇，咁實際上如果30歲咧買300萬咧，咁一個月都係17蚊嘅咋，特價階段啊！咁如果你變翻正價都係57蚊嘅咋，咁我都唔係好知佢點樣賺錢啦嚇。咁我睇過佢啲條款都應該唔係透過呢個鬼鼠條款去回本㗎，咁只需要10零蚊咧就真係可以化解到好多風險㗎啦嚇。咁借爸爸我唔止30歲啦嚇，我40歲啦咁樣，咁點搞咧咁樣？咁你都可以撳一撳個報價，咁40歲都係幾廿蚊嘅咋，真係平得驚人㗎。咁借爸爸呢個組合咧，純粹都係以呢個規則打敗規則㗎咋，咁唔係泵錢去解決呢個保險組合嘅問題嘅嚇。好，咁如果你對呢個保險有更高層次嘅造詣啦嚇，咁歡迎你喺留言度同借爸爸啦或者大家去分享點樣可以用更低嘅成本啦去打造更高嘅保險組合㗎嚇。咁最後啦，歡迎大家掃呢個 QR code 啦，加入我哋財智研究社嘅 Telegram Group。好，我哋呢集同大家分享到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